如果你而家攞緊綜援，又想到內地灣區養老，擔心費用好貴，呢條片就啱晒你啦。因為政府最新推出資助計劃，俾攞緊綜援嘅長者入住廣東指定安老院，每個合資格嘅老人家每個月可以攞到港幣5000蚊資助啊！今日帶你參觀由香港安老品牌進優生活合作營運，獲香港社會福利署認可嘅佛山安老院暢享會。睇到最後會教埋你點樣申請政府5000蚊資助啊！我哋今次選擇搭高鐵，由西九龍站出發，大約50分鐘就去到廣州南站。出站之後轉搭的士，大約50分鐘就去到院舍。你都可以揀喺西九龍站搭高鐵去到佛山西站，大約1個鐘20分鐘。出站之後再轉搭的士，10分鐘就去到暢享會。佛山市暢享會總建築面積超過12萬平方尺，係一棟獨立嘅8層建築，一共提供326個床位，喺2022年啟用。立即帶你去房間睇下，呢度係佛山市暢享會全新興建嘅度假酒店式豪華長者單人套房。呢間套房面積近300平方尺，空間感十足。你睇下，從衣櫃、梳化、多功能辦公、餐桌空間，全部家私都配備齊全，仲特別揀用咗舒適嘅被凳同休閒椅，無論係睇書定係用餐都非常之享受啊！最緊要嘅係呢度承諾舒適、私隱同安全，有獨立嘅洗手間、寬敞無障礙淋浴室，仲有床頭同廁所嘅平安鐘，仲有扶手設備，為你帶嚟寧靜安逸嘅休息空間，俾你盡情放鬆。但暢享會絕對唔止係一間房啊，佢係一個致力打造養老、醫療、康復、護理、餐飲、娛樂於一身嘅綜合性安老院。踏入暢享會，即刻見到嘅係現代嶺南風格嘅精緻園林，你可以喺度餵錦鯉、欣賞鮮花，喺天然植物之中散步。社區入面有棋牌室、書畫室等嘅空間，俾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揾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喺呢度嘅生活絕對唔悶㗎，每日下晝社工都會精心組織各種活動，包括有寫書法、畫畫、做手工、跳舞、唱卡拉 OK、打麻雀等等。你嘅每日都係豐富多姿多彩。喺呢度你會感受到好似屋企一般嘅溫暖啊！唔講唔知，而家有超過100個香港老友記喺呢度住㗎啦，絕對係屬於香港人嘅安老院啊！同聲同氣嘅廣東話，相近嘅生活飲食習慣，俾你更容易融入院舍生活，識到更多新朋友。其實呢間安老院有一個隱藏版嘅美食地標，就係暢享會地下啦。呢度係一間獨立經營嘅傳統粵菜酒家，可以容納200人。行到入嚟，環境好簡潔開揚啊，光猛舒適，特別適合一家大細親朋戚友一齊嚟到聚餐慶祝。喺呢度你絕對唔使擔心係預製菜啊，因為透過呢片大玻璃窗，你可以一眼睇到大廚即叫即煮，鑊氣十足。跟我嚟啊，我哋今日人比較多，直接入一間包房啊。呢度嘅大廚來頭不少啊，係前星級酒店嘅主理大廚，將最正宗嘅粵菜同傳統點心帶到嚟呢度。今日嘅菜式樣樣都係傳統粵菜嘅功架，先同大家介紹下我哋食咗啲咩招牌菜啊！呢個係蘋果雪梨雞腳湯，清甜滋潤，秋冬季節好啱啊！而呢煲係蒜頭炆魚煲，魚肉鮮嫩入味，仲有呢個正宗順德撈雞，雞肉嫩滑入味，配料豐富，撈一撈爽脆開胃啊！仲有呢個洋茄子同香煎魚餅，都係考驗大廚手藝嘅傳統手工菜啊！再加埋個清爽嘅清炒通菜，平衡下口味。呢度唔單止係後生仔中意啊，連我哋老友記都大讚好好食。尤其係呢度嘅傳統點心，完全迎合香港口味。酥皮鬆化嘅蛋撻，清甜冰涼嘅椰汁糕，味道夠晒地道，老人家都食得開心，回味無窮。環境同設計都咁好，需要嘅費用會唔會好貴呢？
政府由10月1號起推出一項專為老友記而設嘅綜援長者入住廣東院舍試驗計劃，每期3年，由關愛基金資助。參加嘅綜援長者如果選擇入住佛山市暢享會，除咗可以領取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下嘅現金援助外，每人每個月仲可以額外攞到5000蚊嘅港幣資助，用作支付安老院嘅院費同埋應付相關嘅生活開支，名額一共1000個。只要你符合以下條件，首先你必須係香港永久居民，而且喺香港居住最少7年。第二，你年齡65歲或者以上。第三，係申請之前已經連續攞綜援金最少1年，咁你就合乎資格申請由政府資助嘅廣東安老院㗎喇。每個合資格長者每個月可以領取港幣5000蚊嘅固定資助金額，呢筆錢會以自動轉賬嘅形式存入你領取綜援金嘅香港銀行戶口。喺3年試驗計劃入面，資助金額係唔會改變㗎。又以透過綜援長者入住廣東院舍試驗計劃入住佛山暢享會新一期豪華單人套房嘅綜援長者，可以向服務機構或者負責綜援個案嘅社會保障辦事處提出申請，並協助辦理申請手續。記住帶齊你嘅香港身份證同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同證明你攞緊綜援嘅指定香港銀行戶口文件，需要清楚顯示你個名同戶口號碼㗎。喺完成審核之後，社署會向申請人發出通知書，通知申請結果同資助發放安排，就可以入住佛山市暢享會啦。想了解更多申請入住流程或者預約參觀院舍，立即聯絡信優生活香港辦事處22199668。